連馬祖正向這幾日啦，這天氣其實攏袂歹，中晝呢甚至是來到30度以上。也毋過這個擺是又閣要變天啊，鋒面晚間全台灣攏會開始落雨，而且這中部以北雨是會落較粗的，一直等到禮拜這天氣才會轉好。另外，這氣象署也講，這兩天這東部甲恆春半島沿海地區呢，這風影是會加較大，所以去海邊啊，都要注意安全。拜日時，各地好天燒路，氣象署講，干那只方面，甲部分山區可能會落雨。若各地日時氣溫佇33度左右，毋過南部要注意高溫，尤其台南、屏東上懸環勢到36度以上。毋過氣象署講，好天穩定的天氣，干那會持續到拜三、拜四，閣愛翻天啊。今天的一個整體天氣，那在降雨方面是比較少一些的，各地大多是以晴到多雲為主。那在花蓮、台東跟恆春半島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。那另外在午後，宜蘭的山區以及在西半部的山區跟嘉義以南比較接近山區的地方，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一個雨勢出現。氣象署講，拜四到拜六，因為鋒面通過，國頭東北季風，時到全台灣攏有可能會落雨。若雨會為北部擴大到南部，尤其中部以北要注意陣雨，也是雷公雨。氣溫嘛會降低，一直到禮拜雨勢才會轉好。降雨預估在週五這天，可能還是在中部以北地區是雨勢最為明顯的地方，其他地區也還是要留意是會有陣雨或雷雨的一個情況。那這種比較廣泛的降雨預估會是一直持續到週六。那整體上來說，要到週日這一天，隨着水汽比較明顯的減少，降雨會比較趨緩。另外，氣象署嘛提醒，拜一、拜二東半部甲恆春半島沿海地區要注意長影，民眾若去海邊啊，就要注意安全。記者郭金陽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